爸爸，那个讨饭的不要钱，把货又给送回来了。你看，这是提货单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的了？人家把布还给你，你应该从心里感激人家才是。怎么还一口一个要饭的要饭的？你简直是不可救药！陈寿亭让你去把布运回来，你就是放不下这个臭架子啊！你要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，早点去见上一面，那就没有这么多啰嗦事情了。哼，还说人家是讨饭的。要不这个讨饭的放我们一马，我看虞美人在上海滩也只能卖2分钱一丈，满街的叫花子都得穿上我们的虞美人了。哎，阿荣啊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上海6大棉布行的老板都在济南，说了那么多的好话，都想拿到飞虎牌在上海的总经销权。哎，可是最终啊，陈寿亭就是不往上海供货。鱼翅宴席谢客商把大家全给打发回来了。哦，你以为他怕你呀？那是因为我跟苗先生打了招呼。这次我舍了多大的面子啊！你还一口一个讨饭的讨饭的，我们林家几代的家业差点就毁在这个讨饭的手里了。是。有话好好说嘛。阿荣，你也不对。以后不能再说人家是讨饭的。让人买车票去，我跟你一起去济南，这事儿要当面谢谢人家的。爸爸，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？那，你看又摆臭架子了吧？堂堂林家，堂堂大上海，上海工商界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还摆臭架子。苗先生回信说，陈寿亭这个人很好，很值得交往。你们年龄差不多，可以借这件事情成为朋友嘛。阿荣，这事儿我得说你，我们的家境太好了，你没吃过一点苦。能和出身苦的人交朋友，你会学到许多东西的。赵东初也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陈寿亭这个人并不坏。好了，让人到冠生园去订些点心，再去买些好茶叶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苗先生那里他是第1代的留学生，喜欢喝个巴西咖啡啊，你也准备一点，哎，阿荣啊，你自以为见过世面，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你都认识。这次到了济南呢，你也好好去见识见识苗先生的风采。那苗先生穿上中国便服就是儒雅士绅，穿上西装那就是有文化的大行啊。我们林家在商界做了那么多年，什么样的风雨没见过？太平天国打上海，胡雪岩空头囤货，上海那么乱，林家四处周旋，照样发大。一代又一代，哪一个不是上海商人的榜样啊？你再看看你自己。你呀，这次见着人家林家父子，别乱说话啊！听见没有？行，这事儿现在想想啊，确实有点过分了。林老爷大老远的跑到济南来，这么大岁数，这事儿不怨我，我是让那个林香荣给逼的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哎，你别喝点酒就胡说八道的啊！尤其还当着苗哥的面儿。人家林老爷啊，是上海买卖家中的前辈，你见着人家要作揖，要鞠躬，别让人走了以后说你是个要饭的。走了。勇哥，表嫂早。哟，沈小姐的信，沈小姐来信了。哪儿来的？信上没有写地址，就写着南京。念，快念。庶妹不辞而别，
有劳兄嫂挂念。妹本进步学生，亦想热血报国，然时事更迭，倭寇祸乱，误入昌门，万念俱灰。兄嫂同劝妹从良，又然再生之念，良言一句，醒妹终生。自我兄与上海林氏骤起争斗以来，妹心悬系，然妹深知我兄才智过人，定可不战而胜。现在南京花布皆出我兄工厂，飞虎牌号亦是家喻户晓。兄虽目不识丁，却是乱世奇商。这信上也没留地址啊。沈小姐说，只要你不提钱的事儿，她就告诉咱地址，她让你下个保证。好啊，山高水长，不在乎一朝一夕，答应他。哦，还有一封信是专门写给六嫂的，她说她已经快有小孩了，希望六嫂到南京去帮帮她。好好好，那快念念呀！我来。哎呀，这个家居，你看把六嫂急的。年年明月照我家，我家年年有明月。祝爸爸和妈妈中秋快乐！好，快坐下吧，快坐下。哎呀，什么是家学啊？这就是家学呀，这都是我爹原来的老词儿啊。咱干一个啊！这写中秋的诗啊，有很多，但多流于感悟伤怀。我爹说了，只有这个苏子旦的《中秋月》写的是最为透彻。暮云收尽一清寒，银汉无声转玉盘。此生此夜不常有，明月明年何处看？这日本人啊，占领了东北，不仅没有退兵的意思，反而越来越猖獗。国家如此，这明年的中秋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。家驹啊，今天是过节，咱不说这些了，说点高兴的。我看这日本鬼子长不了。哎，就是嘛，苏东坡不是说过吗？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是吧，大姐？哎呀，我要谢谢二位啊！我卢家驹才貌无一，二位夫人不弃简陋，相随多年。我要谢谢二位，谢谢二位。哎，家驹儿，明天资文海那模范染厂开业，你和六哥去吗？我看过报纸了，同行祝贺里有红炬和三元的名呢。不去不去，我和六哥的名字是资文海自己登到报纸上去的。你看看他那些广告词儿，什么15的月亮16元，济南染厂属模范。这资文海也是留日的留学生，也算是有名的这么一个律师，居然写出这么一个狗屁文字来。哎，那六哥怎么说呢？嘿嘿，六哥看完上联就对下了下联。六哥说：“老少混蛋开染厂，兴许熬不到过了年啊。”过不了年，过不了年。不许乱讲。二妹，你不知道，当初啊，六哥和咱们家谈合伙的事儿，家驹还不想跟人一起干呢。是吗？我没冤枉你吧？没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真是有些悬呀。我要是不跟六哥一起干，现在会是怎么样的？我爹说的最有道理了，什么叫走运？碰上了明白人就叫走运。来，再喝。六哥，哟，六弟，东宁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资家染厂今天开业，早上我还没起床，他那个熊儿资有德就来叫我，让我务必去给他捧场。我想啊，他这能来找我，就能来找你。哎，你看，正好家驹来了。家驹，哎呀，我想啊，咱们4个人坐上车溜吧，免得被他拉了去，给他架秧子。哎呀，咱不去不就行了吗？用得着躲吗？哎，六哥，你不知道自家的为人，他真能把你硬拉走。
好了好了，都上车吧。对，咱们正好商量商量，怎么样办这帮王八蛋。哎，等等，你猜我进门的时候看到东俊哥，我想了什么了？想到什么了？我还以为俺嫂子又喜了呢。我揍你！哎，上车！我说，这个点儿戏园的饭馆都没开门，咱这去哪儿啊？六哥，7月里的核桃，8月里的梨，9月里的柿子来赶集。现在南山的柿子都红了，咱们就去灵岩寺吧。哎，家驹，你想想有没有关于写柿子的诗？到时候咱们喝着茶，吟着诗，也算好好歇一天。关于柿子的诗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要是现在回张店问我爹的话，也来不及呀。回什么张店呢？咱现在就做。哎，柿子熟了红彤彤，可是要吃还得烘，怎么样？有点韩复榘的意思吧？好事好事。寿亭啊，你和韩复榘不一派。这趵突泉里常开锅，就是不能蒸馍馍。哎，我想起这个张宗昌啊，做山东督军的时候，还出过一本诗集呢。其中有一首诗叫《咏闪电》啊，是这样的啊：突然天上一火炼，莫非玉帝想抽烟？如果不是想抽烟，怎么又是一火炼？子先生，我们的开业典礼办得很像样啊！我敬子先生一杯。这都得益于藤井先生的支持。来，哪里，来。子先生，你认为我的销售企划怎么样啊？好，很好。可是藤井先生，如果我们卖1毛2一尺，我们会赔很多。开始一段时间可以壮大我们厂的声势，可是时间长了，我怕撑不住。我认为还是随行就市为好。现在，陈寿亭的飞虎牌、3元染的明世清，还有虞美人，他们都卖1毛6，我们才卖1毛2，没这个必要。我认为比他们低1分就成。我们当然不会这样长久的卖下去。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打破他们的联盟。我想了一下，擒贼先擒王。我这有一份陈寿亭在山东各地客商的名单，1毛2一尺布，只要一发货，陈寿亭在山东的销售网点就会立刻垮台。济南这边有你，青岛有大华元亨，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们很快就会控制山东的整个市场。到那时候，陈寿亭是想降价又降不起，不降价又卖不出去。当他感到无利可图的时候，他就会自动退出市场。我想，用不了3个月，他们就得完蛋。这个计划自身没有问题，只是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投到工厂里去了，我实在赔不起呀。子先生，我做生意历来讲究公平。按照现在的成本核算，1尺布应该赔3分。这3分全算到我身上，那我不就白干了吗？藤井先生，我不是神仙，我也得吃饭。子先生，我给陈寿亭的布和上海给他的布都是80多块钱一件，是加过利润的。可我给你们模范染厂的布是没有加过利润的，只有80块钱一件，这个优势已经很大了。子先生，你虽是有名的律师，但你刚进这一行，时间还很短，你慢慢的体验，不要只想到眼前的利益，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。我们80块钱一件，卖1毛2还赔钱，他们才卖1毛6，也没什么利呀。我们俩虽然是外行，但我请的那个经理李万奇是内行，成本是他算出来的，应该没错啊。好了，明天我抽个时间去看看陈寿亭，顺便把咱们的布也拿给他看看，让他大吃一惊。不行不行，
不能让他知道咱们俩是合伙人，让他传扬出去，对我们这个厂子很不利。他早就知道了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掌柜的，文启昨天把自家的数给算出来了，车间从原料库里一共领了2000件布，至于印了多少就不知道了。2000件？日本大件是1000米啊，他敢一下印这么多放着？他昨天刚开业，他印的布也没上市啊。你和东家留神这2天的报纸啊。他这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他这……掌柜的，他们是不是想猛地一下放出来，冲咱们？冲咱？怎么冲？用价钱冲？咱当初和林香荣、赵东俊定的价格并不高，他要是冲少了没有用，他冲多了他就得赔呀。他是个新厂，他就是赔也赔不起呀。刘哥，哎，家驹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咱们一块商量商量。刚才我听老吴说啊，自家那帮小子一下子印出2000件布，印完了他也没上市，你说说他印好了放着干什么？他们是不是想一下子给放出来呢？放出来倒是没事儿，他价钱要是比咱高，肯定卖不过咱们；他价钱要是比咱低，他还能怎么个地方啊？还有一个事就是，他是在济南卖还是在整个山东卖？这藤井和资家都是外行啊，可这外行的招法，咱这内行一下子还看不明白。没事儿，六哥，没事儿。他们那几块洋浆凑在一起啊，干不出什么高明的事儿。这资家怎么能跟我们比呢？我们干了这么多年，已经有了底。他一个刮地皮的，靠打官司来害人，能有几个钱？啊，就算藤井赔得起，他也赔不起。当然，藤井给他供布，暂时可以不算钱，或者呢，算是入股。可这光工钱100多人呐，他也撑不住啊。家驹，坐下说。哎，老吴啊，你晚上再问问文琪，问问他又往外发布没有？5000件，他用了2000件，我估摸着下一船又该到了。这一船咱没要，他一个模范染厂也用不了这么多。马上给藤井发电报，口气硬着点，让他把每件布啊降到80以内，要不然呢停止交易。哎，掌柜的，那咱就只剩了上海一家了。哼，现在不是前几年了，纺织厂这么多，没有谁能控制得了咱们。我就是要让他降，告诉他每批布降到78，要不然呢永远停止交易。哎，坐，将军。我估摸着藤井就在济南。哼，狗腿子开业，他得来镇着。这印了2000件，一尺也没卖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一个济南1000件也卖不了，这2000件肯定是要向外冲，不仅向外冲，而且是朝东南方向。青岛那2个厂虽说也上了新机器，也印花布，但是最多和咱打一平手，它没有优势。民祖还说咱那布还卖得不错。有理，有理啊！但是他不是往东冲，他很有可能沿着津浦线呐一路往徐州冲。那可是咱的地盘啊！你马上发电报给咱们所有的外庄掌柜的，让他每天和当地的客商见一面，特别是那些大客商。一有情况，马上往回发电报。可是冲他怎么能冲得动呢？咱是1毛6，扣除了给客商的利益，也就是1毛4分5左右，他还能冲？他就是便宜个1星半点的，咱那些客商也不会进他的货。可是再往下，那他可就赔大了。他是不是印出来，不知道怎么干了呢？他从上海请的那个李万奇可是个内行啊。不去管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把咱们怎么样。爸，咱就按藤井说的办，反正咱也没钱了，
赔也好，赚也好，反正是他藤井的。咱的厂已经建起来了，这厂是建在中国，又不是在日本，他想搬也搬不走。不仅这5000件布卖了不给他钱，新到的5000件布卖了还是不给他钱。他出的主意，赔了当然算他的，咱根本就不用怕他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赔咱肯定赔不了，藤井也知道咱们没钱了吗？可是咱们建厂是为了挣钱，不是为了陪着藤井玩儿。六哥，这张报纸念完了，我看看有没有漏掉的。掌柜的，藤井来了，在外面。让他进来。哎，一提藤井的名字，我就想起我们家那颗手榴弹，我真想踹他2脚。刘家驹先生，不要给中央国民政府添乱，要从长计议，顾全大局啊！哎呦，陈先生，卢先生，好。你看你打个电话来就行了，你还亲自跑来一趟，我就看你呀！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卢先生，从青岛到济南这么多年，每次看到你，都是衣冠楚楚啊！衣冠楚楚这容易，可你不见老这就难了，是不是每天都吃我们的东北人参呢？啊，陈先生，陈太太好吗？我给她带了一点药，代我向她问好。每次都有劳你破费。藤井先生，模范染厂的事儿处理完了，怎么着？那布还在那放着，印出来那2000件怎么还没上市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模范染厂100多号人，起码有50个人是我派去的。别说印布了，就连中午饭吃什么我都知道。陈先生果然派了商业间谍，50个人不至于，3、5个人是有的。其实印染行业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，陈先生一看就全知道。藤井先生，我当初让你找一个外行合伙是对的吧？这多好啊！你控制着原料来源，自家那爷俩在那干活，他们要是听话，你就供给他原料；他胆敢不听，你立刻断了他的批布，让那爷俩守着那4台机器在那哭。合作是平等的，只是由于最近日中局势，我不便出面罢了。今天早晨你往青岛发的电报，3亩收到了。我们是老朋友嘛，就按你说的价格办，78块。不过，千万不要和资文海说呀，啊！我是这么说的，但是我现在还是不能要。虽然现在不能要，但是藤井先生还是给了老朋友面子。这没问题，我先运到济南来，放在模范染厂的仓库里。你什么时候需要就可以提布，这很方便嘛，啊！啊，对了，陈先生，你是内行，你看看，印的还可以吧？不错。我听上海的师傅说，李万奇的技术在上海是数得上的。今天一见，果然不错。陈先生，你认为我应该卖多少钱一尺的？以你的实力，再加上你身后的帝国，我还真猜不出来。你想卖多少钱？1毛2可以吗？藤井先生，你没发烧吧？没有。2000件，甚至以后更多的布，我都卖1毛2。陈先生，当初我多次劝你，我们2个合作，你就是不肯呢。在商业上，实力是第1位的。当然，这次我不是针对陈先生，我是针对整个中国市场。你真要是卖这样的价钱，那我就没法干了。报纸广告明天就登出来，就是1毛2。我要把模范染厂办成山东最大的染厂。陈先生，卢先生也不是外人，我们还是合作再办一个这样的工厂。你的能力加上我的实力，没有人敢跟我们对抗。
包括上海的林祥荣。怎么样，陈先生？哼，藤井先生，光说没有用，我得看看再说。你给我几天时间，让我想一想。你敢卖1毛2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咱们俩要是合作了，你卖1毛2，我怎么赚钱呢？只要你跟我合作，我们随时都可以谈。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嘛。我还是想想吧。报纸广告明天就登出来，用不了几天，满大街都是模范染厂的布。佩服，实力确实是第一位的。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家驹，通知印花车间，马上停机。现在停机？现在就停。要是满大街都是1毛2一尺的花布，那我印出来的花布也没法卖了。先停停再说吧。好，陈老板转得快。只要你跟我合作，你就不用怕。这不是小事啊，藤井先生。我得先看你跟资家合伙，看能不能挣到钱。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我就不留你吃饭了。哎，藤井先生，我得跟你提个醒啊。吉鸿昌的余部在济南成立了锄奸团，你出门可得小心呐。锄奸团好用大刀片子，见了日本人他就劈呀。这不前2天刚劈死一个日本浪人，到现在案子还没破呢。你以后啊，尽量少到济南来啊，即使要来，你也弄套中国衣裳穿。我要真要跟你合伙啊，我就到青岛去找你，那儿安全。下次要到我厂里来，也别这个打扮来了啊，免得让那帮人看见以为我通日本，再朝着我也下了手。你说我冤不冤？啊？东家，这是为什么？刘哥，咱用得着这么怕他吗？飞虎，过来！你把这道茶具啊给我扔了。哎，狗用过的东西，人就不能再用了。哎，掌柜的，咱真就那么停着吗？咱要是卖1毛2啊，只赔1分，因为咱工人干得猛，还不出次品。他要是卖1毛2，就得赔3分，扣除商家的利益，我看够他受的。老吴，你知道当初我和林祥荣还有东俊为什么定1毛6吗？我就是防着藤井的。这事儿长不了，藤井赔得起，资家赔不起。从今天开始啊，咱得好好想一想，看看怎么除了这一害。哎，掌柜的，这个价格要是长久的卖下去呢？这不可能，那样的话不就成了往街上扔钱了吗？老吴，给明祖那500件发了吗？没有，最快也得后天吧。那先等等吧，别咱发了去，随明祖再卖不了，明祖又会碍着面子不肯退货，那样就不好了。明祖可是咱的老朋友了。这藤井能自己冲了自己，资家的部去了青岛，他那2个厂怎么干呢？咱先看看再说。这日本人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！掌柜的，咱是不是给孙掌柜发个电报说一声啊？先别吓唬明祖了，咱等等再说吧。哎，家驹，我想使个小型的离间计。一会儿你出去，让上海来的那个高师傅啊，没事就请模范染厂的李万吉吃饭。他们俩在上海就是朋友，来济南以后呢，也吃过几次饭。让他请客，咱们出钱，哪能让模范染厂的人看见？就在哪儿请，不仅请，而且要经常请。让老高也顺便问一问他们厂子里的事儿。刚才我给藤井下了一个套，说他厂子里有咱们的人，他回去以后肯定得问资文海。这老高请客的事儿，再让资家知道了，他们之间肯定会不和，弄不好啊，就会把这个李万吉给辞了。只要这个内行一走啊，剩下的就全是傻瓜。六哥，这一计好是好，是不是太慢了一点？哎呀，家驹啊，这快的这不还没想出来吗？掌柜的，咱们停机还让3元知道吗？我一会儿就给东俊打电话。家驹，你打个电报给林香荣，告诉他我们这里的情况。山东可是他的大市场啊，我估计他肯定得着急。咱们就任凭资家这么顺利的卖布？哼，他卖的越多就赔的越多，让他卖去吧。
哎，家驹啊，咱的机器前一阵子一直没停过，趁着这空正好检修一下机器。你明天去趟洋行，让他们派人来。这才干了几天的书信买卖，就蹦出个资家来，真他娘的可整人！大哥，咱停不停机啊？咱停不起呀。资家的布一时半会儿还卖不到天津。你六哥有开布在后面垫着，咱不行啊。可你不停机，就是印出来也卖不掉啊！我告诉你，用不了3天，布铺子还有外地的客商，就得来退货。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呢？你六哥也这么说，我也觉着没这么个干法，啊，光赔的买卖谁撑得住啊？这资家又不是有钱的主，我看呀，他撑不了几天。我觉得不会。如果藤井包着赔，逼着资家硬干，他也只能干。六哥给林相荣去了电报，我就不知道，这回咱们3家能不能合起伙来，一起灭了资家？这没问题啊，就是都出点钱，也没事。可现在就是没有好办法。这要是有办法，我恨不能今天晚上就灭了他。三弟，咱停一台机器。你六哥说的对，咱停一下看看再说。趁这个空啊，咱也轮着修修机器。彩琴今晚不在家，你把你六哥叫上，咱一块吃顿饭，兴许啊就能想出好办法。好，那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咱得备点钱了，用不了几天，退货的就会上门，咱得准备呀。哼，如果资家像这样闹上3个月，我就叫宁老五来宰了他。掌柜的，去哪儿？去3元染厂，然后再去宝德染厂。今天咱们是一个染厂一个染厂的转着看。哎，涛飞，你和家驹都是留学生，你们俩用外国话对2下子，我也听听。人家家驹是留学的前辈，我怕我顶不住。刘哥，你这不是添乱吗？现在厂里全是退回来的货，这正事还没有头绪，说哪门子外国话，你又听不懂。哎，正因为听不懂，所以才想听啊。要听戏的都是梅兰芳，那马连良还怎么吃饭呢？他的戏都没人听了。哎，说说，家驹，你起个头。那说什么呢？涛飞，英文还是德文？这好办，2样啊都说一阵子。至于说什么，你们俩就装谈恋爱。家驹啊，你来那女的。我来那女的。对。掌柜的。哎，涛飞，你坐。这一来人你就起来，咱还怎么说话呀？老吴啊，我正在听他们俩用外国话谈恋爱呢。你有事儿啊？掌柜的，这济南的退货都处理完了，可这外地的退货都堆在车站上呢。咱要是往厂里一运，这脸可就丢大了。嗨，那怕什么呀？就往城里运。哎，不行，这运回来没几天，还得往外发呀。老吴啊，就让他运到纬6路的车站仓库。六哥，要不弄几辆车皮发到天津去吧？不用，谁运回来的，我还得让谁再买回去。这资家长不了。老吴，明祖退货了吗？没有，可连个电报也没来啊。前几天他说货都卖完了，还急着催货呢。啊，掌柜的，咱们最大的客户枣庄老孟来了。虽然没退货，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他很为难。资家派人硬把他拉了来，他说他也没办法。啊，他在我屋里，想跟你谈一谈。家驹，你带着涛飞先上去，我要和枣庄来的老孟啊好好聊2句。好嘞。老吴，你把老孟请到这儿来。好。哎，家驹，你给东初打个电话，让他把车开出来，一会儿我们几个人到居丰德吃顿饭。OK。
陈掌柜的。哟，老孟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请坐。啊，好。陈掌柜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觉得这模范染厂能长得了吗？嗨，这不说吗？我怕就怕这个，我就怕他卖个3天2早晨的杀了戏。你说这飞虎牌的布，我要是不卖吧，你肯定把这经销权给别人，到时候他那模范染厂再停了摆，我的麻烦可就大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是没招才来问你吗？我要是不卖他的模范布吧，我就怕他找了别人顶了咱；我要是卖吧，就怕他长不了。陈掌柜的，你能不能想个急招，把这小子给做了？我要是有急招，不就做了吗？这不没招吗？哎，陈掌柜的，当初是你信任我，把枣庄、临沂和徐州一带的经销权给了我，我才在这飞虎牌上发了财。你说现在让姓资的小子一闹，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资家那布给你多少钱？1毛05厘。这你也知道，这贸易行进价高低根本没有用，你进的低，卖的也低。你要是卖高了吧，别人的货立刻就冲到你的地盘上来。嗨，这贸易行啊，他就是狗咬随跑空欢喜，一点实在玩意儿都没有。哼，你1毛05厘进来之后，加多少钱往外发？只加5厘钱，1毛1，他给定死了，你根本卖不高，只能卖1毛2。你说，咱也得给布铺里留上1分利吧？老孟，哎，咱们是老兄弟了啊。那当然了，我这人做买卖讲究的是对眼儿。对，咱们俩就挺好。那当然好，别人都退了，你没退，还跑过来跟我说一声。这样，你下午就到资家，先吃进1000件。他一共印了4000件，你最好吃进1500件，然后啊，1毛1卖给我，我让你原地不动就发财，连运费都省下了。陈掌柜的，你厂里的机器都停了，你还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这你别管，你还是卖你的飞虎牌。陈掌柜的，我没带这么多钱。我有啊，我下午派人和你一起去。布运出来之后，你们就把布运到纬6路的车站仓库，那是公用仓库。他们根本就想不到你把布原地就卖给了我。可是，老孟，听我的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一会儿就让老吴把价钱算出来。这个钱不是我给的，是资家给的，你就收下吧，而且都不用客气。陈掌柜的，那多谢了。好，4000件就这样出去了，快，真快。陈寿亭和他的客商是有协议的，可协议有什么用啊？商人都是爱占便宜的，你们中国的商人更是如此啊。日本的商人不爱占便宜吗？哎，不一样，我们日本的商人注重的是情义。再说我们本土的市场也没有这么乱。资先生，通过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实力是什么了吧？那确实是实力第一，就连山东商界第一的苗汉东他也不敢这么干。来，藤井先生，我敬你一杯，为我们一炮打响。哎，这只是刚刚开始啊！怪不得陈六子发展的那么快呢，他的那些客商可真有实力。枣庄一个姓孔的，一下子就要了1300件，那是厂里没货了，要不然他要1500件，厉害。哎，资先生，对这样的客商，我们要特别的重视啊。我们现在已经掐断了陈寿亭发货的通路，他现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没有用啊。可能他现在在家正哭呢。藤井先生，有件事情我可要埋怨你了啊！什么事？说。你不该把咱们的价格告诉陈六子，吓得他当天晚上就停了机。要是他现在一直在印着，那才叫好玩呢。藤井叔叔，小侄敬你一杯，先干为敬。
藤井先生，这5000件运完了，其他的还照这个价格卖吗？如果现在就停住，那我们就要前功尽弃呀。我们现在还没有伤到他的筋骨。第一步是让他们的布卖不出去，第二步是逼着他们解雇工人，第三步嘛，就是让他们关门。资先生，你放心，他们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。我们要一直干下去，直到让他们死掉。藤井先生，这样做你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可我的钱有些是贷款，要付利息，还有水电、工人的工资，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字。钱我可以先不挣，但是我不能赔钱。资先生，如果没有我，你能建起这个工厂来吗？即使你建起来了，以你的实力，你有钱买布吗？即使有钱买布，你面对山东这3大牌子的印花，能销售出去吗？资先生，中国人讲饮水思源，你要多想想这些，别总斤斤计较，把眼光放得远一些。今天大家合伙做生意是想合伙发财，不是想合伙赔钱。咱们的这种倾销行为已经打乱了中国的市场，起码是山东的市场。你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津贴甚至资助，可我呢？我可是帮助阁下在中国拓展了事业呀！啊！资先生不愧是帝国造就出来的学生，很了解日本呐。好，只要你好好干啊！我写个文件发回国内，称颂你在支那地区的工作，争取让帝国奖励你。啊！谢谢。你说的有道理啊，合伙是为了赚钱，而不是为了赔钱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啊！